張柏芝直播放流，單親媽帶出3個小男子漢，我是超人媽媽。沒想到王菲看到直接逼迫謝霆鋒二選一，謝霆鋒回答驚呆眾人。直播現場直擊張柏芝的超人媽媽宣言。2025年5月8日，張柏芝在社交平台開啟了一場主題為與愛同行的直播。鏡頭前的她身穿簡約白色針織衫，妝容淡雅卻難掩眼角笑意。當粉絲問及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時，她突然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正式道：單親媽媽帶出3個小男子漢，我是超人媽媽。這句話瞬間點燃直播間。張柏芝進一步解釋，30歲時擁有過謝霆鋒，還生了2個衰兒子，現在又多了一個小寶貝，孩子們是我此生最美好的禮物。他提到，小兒子 Marcus 曾不小心抹傷手指，大兒子 Lucas 冷靜包紮傷口，二兒子 Quintus 則懂事地溫慰他媽媽別怕。這種雙向奔赴的愛讓他感到人生圓滿。直播數據顯赫，峰值觀看人數突破1200萬，相關話題張柏芝超人媽媽衝上熱搜榜首，閱讀量超5億。然而，這場看似溫馨的直播，卻因一段未被公開的後續發酵出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。輿論漩渦從獨立女性到情感博弈，張柏芝的宣言引發了兩極評價。支持者盛讚她單親媽媽典範，認為她活出自我，不被世俗眼光束綁；反對者則質疑其消費前夫和孩子，甚至翻出她曾放雲永不再生的舊聞。但真正引爆輿論的是港媒的一則爆料，王菲在看到直播後，向謝霆鋒發出二選一的通牒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王菲認為張柏芝的言論刻意將謝霆鋒與孩子捆綁，而謝霆鋒近年因頻繁探望兒子被拍，已多次引發外界對其與王菲關係的猜測。王菲團隊向港媒表示，菲姐從未干涉謝霆鋒的服飾，但希望某些人不要借孩子炒作。這一爆料迅速點燃八卦媒體，某週刊封面直接以風飛戀告急，王菲逼宮謝霆鋒為題，配圖為謝霆鋒與王菲、張柏芝的舊照對比。社交平台上，謝霆鋒二選一的話題閱讀量24小時內突破8億，網友分成風菲黨和風之黨展開激烈辯論。謝霆鋒的錄製回應危機公關還是真情流露？面對輿論風暴，謝霆鋒的回應堪稱教科書級。2025年5月10日，他在出席某品牌活動時，被記者追問是否面臨二選一，他低頭輕笑，用粵語回答：我係人，唔係嘢，我是人，不是物品。這6個字瞬間引爆全場，支持者稱讚他高情商有擔當，認為他既維護了王菲的尊嚴，也表達了對孩子的責任。反對者則質疑其模棱兩可，認為他在2個女人之間搖擺不定。但深入分析謝霆鋒近年動態，不能窺見其真實態度。2024年5月，他因眼角走痕被傳與王菲吵架時，曾明確回應拍戲被人找的，並坦言王菲嘗過現場的長壽麵。這種坦誠與分寸感，與其在直播事件中的回應如出一轍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謝霆鋒近年將事業重心轉向幕後，他創立的風味控股已投資多家餐飲品牌，個人社交平台也頻繁分享烹飪視頻。這種遠離是非的選擇，或許正是他對複雜情感關係的回應。王菲的沉默哲學，以作品說話的底氣，與張柏芝的高調、謝霆鋒的謹慎不同。王菲始終保持沉默，但她的不回應，恰恰是其底氣的體現。作為華語樂壇的傳奇人物，王菲的成就無需贅言。吉尼斯世界紀錄最暢銷粵語唱片女歌手，7屆香港10大勁歌金曲亞太最受歡迎女歌手，台灣金曲獎最佳國語女歌手。2024年，她為電影《如願》獻唱的主題曲再度橫掃各大音樂榜單。更令人矚目的是，王菲近年逐漸淡出公眾視野。她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2024年12月的慈善晚宴，一襲黑色長裙，簡單玩法，全情感微笑致意，未接受任何採訪。這種神隱狀態，與她早年我行我素的風格一脈相承。
某知三如寄曾評價，王菲從不需要用言語證明什麼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所有質疑的最好回應。情感三角的深層邏輯，從佔有到共生。張柏芝、謝霆鋒、王菲的情感糾葛早已超越簡單的前任與現任關係。對張柏芝而言，孩子是她人生的勳章。她曾在直播中直言：40-50歲的男人，誰惡意事後就去事後吧。這種灑脫背後，是單親媽媽的堅韌與獨立。她近年頻繁參與直播帶貨、綜藝錄製，甚至計劃推出個人美妝品牌，顯然已將重心轉向事業。對謝霆鋒而言，孩子與愛情並非對立。他雖未公開表態，但多次被拍到大面子滑雪、釣魚。2024年，他甚至為 Lucas 的16歲生日定製了一款限量版吉他。這種父職與戀人角色的平衡，或許正是他我是人，不是物品的深層含義。對王菲而言，愛情是無需證明的存在。她與謝霆鋒復合10年，始終保持低調。2023年，兩人被拍到在北京某四合院包餃子，王菲素顏出鏡，謝霆鋒係着圍裙，畫面宛如老夫老妻。這種細水長流的關係，或許比轟轟烈烈的愛情更契合他的性格。公眾人物的情感邊界、隱私與輿論的博弈，這場風波的背後，折射出公眾人物的情感困境。張柏芝的直播本質是單親媽媽的人設營銷，在直播帶貨競爭激烈的當下，她需要製造話題維持熱度，但過度消費孩子可能引發反噬。王菲的逼宮傳聞更多是媒體的臆測。作為天后，她無需用逼爆來維繫關係，但她的沉默也可能被解讀為高冷或不在意。謝霆鋒的二選一難題，實則是公眾對完美關係的投射。人們希望看到非此即彼的答案，卻忽視了情感關係的複雜症。某社會學家指出，公眾人物的情感生活本質是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交叉。媒體應尊重其隱私權，公眾也應理性看待。未來走向和解還是繼續拉鋸？這場風波的結局或許早已注定。張柏芝將繼續以超人媽媽形象活躍於公眾視野。她計劃2025年下半年推出育兒紀錄片，並籌備個人演唱會。王菲將保持神隱狀態，她已確定為某國際品牌代言，但拒絕一切採訪。謝霆鋒則可能繼續左右逢源，他投資的餐飲品牌即將上市，個人綜藝12道風味也計劃重啟。至於風飛戀是否會因風波動搖，某知情人士透露，他們早就過了需要向外界證明什麼的階段，婚姻或分手對他們而言只是形式。結語：情感的終極命題是自我和解。張柏芝、謝霆鋒、王菲的故事本質是一場關於自我的修行。張柏芝從玉女掌門人到單親媽媽，完成了從依賴到獨立的蛻變。謝霆鋒從叛逆少年到全能藝人，學會了責任與平衡。王菲從天后到隱士，找到了內心的寧靜。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，情感的終極命題不是如何取悅他人，而是如何與自己和解。正如王菲在紅豆中唱的，等到風景都看透，也許你會陪我看細水長流。這場風波終將平息，但留給公眾的思考或許才剛剛開始。